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桃园市春里路一间不织布的工厂，透早5点火灾，天顶拢是乌烟。新北市一台公车各种失控，室外险啊去弄到青红。来看桃园市春里路一间不织布的工厂，透早5点火灾，烟是非常的大，天顶拢是乌烟。消防局伫8点半甲火拍花，加载无人受伤，导火原因爱个调查。乌烟一直为工厂冲出来，看起来真惊人。火灾就发生伫18透早5点，规工厂真紧就拢是火。工厂警卫第一时间广播疏散，经消接到报案了后，出动消防人员173台，消防车有145台来拍火。火势伫8点半左右得到控制，好在无人员受伤受困。味道啊，做错啊！出来就看到火这么大了吗？还没有，一点点。有吓到。因为它是那个燃烧不知火，可以造成相当大的浓烟。那目前这个火势已经我们控制了，不会延烧。那没有人员受困。导火是桃园春一路一间不织布制造工厂2楼、3楼导火烧起来，导火原因要搁等后续的调查。春一路因为火警封路，警方提醒用路人驶路，毋过都是上班的时间，经过路大塞车，也未少人闻到空气当中的臭味。有啊，有臭味啊！它这个烧起来当然很不好啊！你看整个都是黑烟那么大。该工厂因火灾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及异味，造成空气污染。后续环保局将依火调报告的结果，若有违反，将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对桃园区春一路工厂火警，环保局表示，目前感测空气品质无明显危害，提醒下风厝的桃园区、罗德区14里的民众避开或者是关门窗，敏感族群要注意防护。另外，等火调结果出来，若违反空污法管理不当部分，会依法告发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台北市才发生公车弄死过路人的事故。早起伫新北市一台公车可能是因为故障失去控制，伫路口驶弯的时险啊去弄到青红灯。加载公车顶头15个乘客拢平安哦。公车故障原因爱去了解。公车停伫咧12路口，等你要倒换，但青红灯还未变的时阵，赶紧要换。不过车愈开愈偏，司机赶紧打档啊。对无同角度看。公车只敢若差一线就去弄到青红灯条啊！倒边的车身甲规个人行都拢占掉的，车顶15位乘客拢被疏散接驳，好加载无人受伤。行驶于英式路欲左转新海路时，不慎于路中停靠，经派员到场，现场无人受伤。代志发生的边就是新埔国中18早起8点外，台北客运的公车自邦桥的英士路被倒滑到新海路，乃突然间失去控制，掉伫咧路中。它是那个动力方向盘故障，保险丝烧断，所以方向盘变得很重。我们现在调他的检修记录，他有没有正常在检修这些方向机的事情？没有渗进他的那个运维护责任的话，那我们就会那个罚款9000块到9万块不等啊。计文告诉讲，是车故障，唔是人的问题。新北市交通局要查清楚，车是唔是有按照规定保养维护，若无也会依法来开单。但是台北市拄则发生公车追撞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几多个人受伤。即马又搁换新北市出状况，公车的乘客安全也正受注意。其实有时候也是司机的问题，不是完全是这些物品的问题啊。有些司机他们开车真的蛮快的，蛮危险的。公车不安全就是人上去站还没稳，公车司机就开走就跌倒了。有民众认为应该加强司机的训练，也有人讲应该对公车做全面的体检，唔当让这种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铁8一4车处16个时，有一个查甫乘客拍一个查某乘客，佮系刀啊堵餐刀哦，人就落跑。警方透过监视器追查，昨下晡伫南投抓到这个嫌犯哦。本分局了解，系由原本的单纯乘客纠纷，因犯嫌一时情绪失控，进而衍生致癌事件发生。全案调查后，将依刑法恐吓公众、伤害及毁损的罪嫌，接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警方表示讲，嫌犯将对是安怎逃走过程中，敢有人协助，甲刀啊是安怎摕到的，拢无说明。警方嘛强调讲，针对代替高铁，因会加强来巡逻。再来看高雄有民众哦，昨暗去南亚溪一间连锁的早顿店买年茶，却看到年茶内底有一支美工刀哦，佮把相片铺伫网络。今仔早起店家看到媒体，就赶紧甲铁门揪落来，后来卫生局去稽查，嘛无要开门。总公司是表示讲，已经有联络到消费者，会来加强辅导店家对员工来进行训练。这杯已经要啉到了的牛奶茶，经常出现一支美工刀，泡伫牛奶茶内底，刀片还佫有生鲜，甲消费者惊一条，甲这相片抛去社群，提醒其他的人都要注意。很大的疑虑啊！怎么说？因为这么大的东西，店员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嘞？对不对？我们做事情要很小心啊，尤其是对这种食安问题。自己在做这些也有可能啊，不然整只这个我就觉得我还从没有看过了。真侪人食早顿拢会买饮料，所有人啉到美工刀的牛奶茶。有民众质疑店家管理有疏忽，嘛有民众怀疑遮尔大支的美工刀哪会看袂到，有怀疑讲店家是逢恶作剧。再是前往店家营业点的店，看到媒体甲大门揪落来，过2点钟卫生局来稽查，嘛无人应门。初步了解，有可能是店员的疏忽。公司已经有跟消费者联系上了，那后续的做赔偿或者一些补偿的，公司都会后续再跟消费者去沟通。总公司商品部回应事件初步研判是单一店家流程操作有问题，后续会加强这间店的教育训练，嘛已经甲消费者联络，会来讨论着赔偿的事宜。记者王刘婷、柯正准报道。咱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 APEC 峰会见面。习近平讲，美国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爱认清赖清德甲民进党台独的本性，爱明确反对台独，支持和平统一。咱国外交部是批评讲，习近平的发言是颠倒是非，嘛强调讲，中国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的源头。两人握手致意，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 APEC 峰会场边进行任内最后一摆会晤，双方拢希望美中应保持沟通对话。中方愿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We haven't always agreed, but our conversations have always been candid and always been frank. We have never kidded one another. 双方也伫台海议题，搁再互相表示态度。拜登搁再强调美国一中政策不变，台湾议题和平解决。习近平是维下台湾问题、民主人权、独立制度、法定权利4条红线，更加真罕地强调总统赖清德，强调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甲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明确反对台独，支持和平统一。外交部也注意到，中方就本次会晤发布的新闻稿中，再度针对台湾及台美关系发表种种颠倒是非的谬论。中国持续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挑衅行径，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祸源。那外交部强烈反击陆委会也讲，习近平言论甲事实无符合，而且调降对台美关系失限，呼吁北京当局应该不惜面对两方客观现状的事实，放弃协必性的主张作为。要去确保整个台海的一个和平，重点是在于我们台湾要有自己的一个军事的实力，用这样的一个实力来去嚇阻北京不敢随便的动用武力。学者认为，习近平想要借由拜习会向未来川普新政府来发话，希望美中关系唔拿竞争，也有合作的可能性。台湾方面是要更加小心来因应两方关系可能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报道指出，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总统拜登讲，爱认清总统赖清德台独的本性。也毋过外界质疑讲，这可能是假信息。咱国国安局长蔡明元嘛表示讲，北京的新闻稿无写到这项代志，无排除是中国在认知作战。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报道，拜习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总统拜登讲到爱认清总统赖清德的台独本性，不过真实性遭到质疑。关局长蔡明元表示，不排除是中国认知作战的操作。我想我们有比对一下美国白宫官方的新闻稿，那所以我们也在评估说，不能排除是不是中共的外交部或是官媒有做刻意会后的媒宣的操作或认知作战的操作。
蔡明安认为，办协会达成共识并无济，较大亮点是双方同意无将 AI 技术应用到业务决策。经过细练，用 AI 传播基础信息是有够济。最近，经济会国家组就正做受害者，关于事件 AI 技术武器化，会有扩增治安威胁的风险。产业假造资讯误导视听，快速传播、散播假造信息这挑战。佮讲到会利用 AI 反制 AI。政府要具体要如何以 AI 反制 AI 发动的攻击的能量会非常的庞大。我们要是依照传统的人力来讲，我们会非常的吃力。过去透过 AI 系统来查找这些境外的 IP 或攻击的来源，正确的比例非常的高。像这样的方式能不能被归类在诈欺？这样的那个 deepfake 它是不是呢？可以构成诈欺哈？这个的确是有那个很有争议的，就是说是否有就是诈欺哈？这个最终还是必须由那个司法机关。另外，洪家罗总统最近会出国访问，蔡明安表示，那总统确定出国访问，会启动相关维安计划部署甲准备，确保总统出国的平安甲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佮加上万宜风台外围分黑，气象署表示讲，这几天哦水气较高，所以早暗拢较凉冷，尤其是北部甲宜兰地区哦，有可能会落大水雨。气象署嘛表示讲，拜一到拜二的透早，全台湾的低温哦只有18到20度，也是这礼拜较凉冷的时阵。台北市骑奥多拜的民众拢将雨抹穿伫身躯，湿湿澹澹、佮乌阴的天气，民众就加骑到一半，熊熊闪大雨。气象署指出，受到东北季风加上万宜风台外围分系影响，北部、东半部会落规礼拜雨，尤其是台北山区、宜兰地区要特别注意，这几日可能会有大雨雨特报。万宜台风呢，它的外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那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南方呢，主要都还是受到它外围的水汽的影响，所以说其实今天各地的云量都比较偏多一些。不过呢，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这一带呢，有一些地形的加强作用，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会当看到街路顶面的民众，拢一定甲外套穿点身躯啊。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因为这礼拜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透早低温平均会伫20度以下，大约是19度至20度。尤其是拜二透早会搁较冷，气象署预估会比拜一搁较降2度，平均会来到18度至19度左右。在今天清晨呢，那大致上面的低温呢，大概是在19、20度上下，而明天清晨可能还会持平或是再下降1、2度左右。然后在其他各地的话，感受上面大致也是比较偏凉偏冷，大约低温在21到24度之间。那在白天的气温方面呢，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所以回升也不是很明显。气象署提醒，这方面的雨水较高，尤其是北部、东半部的山区，雨一定落一段时间啊。民众要特别留意山区土石较松的状况。若是挖近海边的民众，这2天嘛要注意，会有长影发生，莫受挖近，避免危险发生。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因为自来水公司要进行改善工程，台中市11个行政区对早起10点开始停水36点钟哦，计共是有22万5千户受影响。卖早顿的业者透早就开始欠水，洗车业者嘛拍算讲下晡特别休困咯。自来水公司伫台中市81个地点有设临时提水站，按说明仔载暗时10点开放供水。大水桶囤水150公升，早顿店一早起全面备战，饮料该炸出去的杯仔便所暂停开放。因为台湾自来水公司进行4项工程，台中18号早起10点开始停水36点钟，包括11个行政区有22.5万户受到影响。其实顾客使用的餐具本来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嘛，毕竟我们宣传环保，但因为这36个小时没办法，只能提供顾客一次性的免洗餐具。那厕所的部分，我们也没有办法开放给顾客做使用。家里的话也是会储水，就是前一天会储了2大桶的水，然后去烧水再洗澡这样子。民众今日无水通用，但是洗车业者使用高压的水枪，水桶囤水无方便，佮加上烦恼停水前后水质影响到洗车的品质，因此今日按算营业半工，水塔的水会当用偌济算偌济。水塔可能用个半天吧，没有办法及时真的客人真的马上要洗，马上有水用什么的，这样子是比较不方便的，所以我们就还是会选择没有营业这样子。
自来水公司表示，即个进行的4项工程，甲减压法、送水管改善，也佮有管线改接有关系。除了伫咧全市81位地点设立临时储水站，也加派11台水车巡回补水。据这事件都有一定的难度，施工的那个时程都应该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用4合1的方式来办理这次的停水工程。工程影响停水大约21.5万户，减压大约1万户。预计19号暗时10点恢复供水，而且会看工程进度顺利无排除提早恢复供水。记者台中报道。刑事局查到台中市有犯罪集团成立人头公司，甲第三方支付的公司签约，帮跋筊网站收缴缴客跋筊本哦。警方调查嘛发现，讲第三方支付公司是咧帮跋筊网站洗钱，已经抓到13个嫌犯，查扣不法所得将近2亿。刑事局入去这间嫌犯经营的人头公司，查扣大量的现金，佮有相关的证物。警方查到有犯罪集团透过姓刘的查甫人，成立14间人头公司，甲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成立跋筊的网站，代替收缴卡的钱。不过，这第三方支付公司实际上就是协助违法洗钱，提供代收赌客出入金服务。三方支付公司若遭警示，则会伪造虚假文件、订购单以及顾客资料与警方，假装交易为合法，以减除警示账户。警方表示，为去年10月开始，就收到银行的通报，讲有几多间公司的口座有大条金流交易，看起来真可疑，所以介入调查。后来发现，这人头公司透过甲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提供缴卡藏落赌要用的钱。不过，缴卡拄到跋筊的网站，无甲钱摕出来，所以甲警方提告。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户头嘛，互列作警示。而且，这第三方支付公司嘛协助人头公司甲缴卡和解，佮甲钱还转去，甚至佮提供假的文件予警方，假作是合法的交易。因为是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司，如果他的资料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落差。所以会造成一个暂缓出金的动作。然后另外他出金，如果他不出金的话，那很有可能也是会涉嫌一个诈欺的一个行为。警方甲姓刘的查甫人，佮有主嫌等13个人带走，查扣不法的所得要2亿，也当咧扩大追查相关的金流。专案依照营利跋筊罪和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上班。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华人市哦，最近有一个查甫人去店家讲，伊是来协助慈善团体来收爱心捐款箱内底的善款，过互店家看伊的证件。也毋过店家感觉有问题，随去报案，这个查甫人就落跑了。警方嘛呼吁最近店家就要特别注意。画面内底这个查甫人一日来到饮料店，伊就甲挂伫行政的识别证摕出来，讲伊是慈善单位的志工。要到收店头柜台顶悬爱心捐款箱内底现金，了后伊就把钱拢倒出来摕走。他是说他是实际的，对啊，所以他就挑钱最多的，是正常来打开来之后啊，就会在现场清点，清点完之后告诉你金额是多少钱，这样写收据给你，OK，贴在后面。另外，伫华人市上款，这个查甫人共款去火锅店，要收爱心捐款箱内底钱。毋过，伊分数顶的证件，头家感觉看着怪怪。毋若是用手写的，还佫有真侪错字。顶悬留的电话卡过嘛是空号。头家一个报案，这个查甫人就随骑铁马逃走。我说我实际单位的什么，我们家有捐递的实际怎么样的，然后什么地方都是他来收的，多的部分他会倒出来带走，少的部分他要补进去。那我就直接请警察来处理好了，因为毕竟店里面还有其他的客人。警方表示，调查了后发现讲，这个查甫人主要犯案的所在拢伫市区的上款，目前已经发现有店头受害。店家当下不疑有他，男子遂将捐款箱善款取走，估计损失约新台币500元。经警方扩大调查，现已掌握男子身份，将加强查缉男子到案，全案将依诈欺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慈善团体表示，爱心捐款箱拢会派人去店头点收，而且嘛请店头签名，绝对无代收的情形，呼吁大家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答应乌克兰会当使用美国提供的战术飞弹攻击罗西亚。罗西亚方面是还未回应，也不过进前罗西亚总统普京有警告过美国，讲美国若是答应，因会认为讲是北约国家直接参战。拜登的决定，嘛影响到特别接任的川普政府。
乌克兰伫咧17公布一段影片，看到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自乌克兰发射，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同意乌克兰过去几多个月一直要求的使用这个射程300公里的系统。Ракети самі за себе скажуть。伫即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沿乌架射到命体，造成重大死伤。泽伦斯基讲，射过来飞弹有120粒，还有90台无人机，上远是射到乌克兰的上西部。因为俄罗斯是也未对乌克兰使用 ATACMS 系统做相关回应，但是总统普廷今年9月时阵就捌警告西方国家唔通安尼施做，讲莫斯科将会把这看作是北约国家直接参加乌克兰战争，将会大幅度改变这场冲突的本质。拜登的这项决定可能会对明年一月搁要重新登到北京的川普有正大影响。川普一直对俄战争有真侪批评，而且把责任拢撒给乌克兰，讲战争开美国的资源，佮讲伊有在调伫1天内就结束战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总统拜登17出发去巴西纽约，准备要出席20国集团 G20 峰会。过程中，伊先去亚马逊河林签署保育文件。伊嘛是史上头一个去亚马逊河林的美国总统。G20 今仔伫巴西纽约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呼吁各国的领导人爱为气候峰会达成的协议做伙拍拼。美国总统拜登伫巴西科学家诺布雷等人的陪同之下，去亚马逊河上大支流烤花水叶。进前，伊伫飞行机顶已经看到烤花的所在，还有气候大火烧起的雨林，所以伫雨林内底签署文件，协助保育这片珍贵的土地。We do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We can do both. When I'm leaving office in January, I will leave my successor and my country a strong foundation to build on if they choose to do so. 拜登是头一个去亚马逊雨林的美国总统，强调气候的变迁对这个重要的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还有伊对保护这个地区的承诺。伊的任内已经提供亚马逊基金会5000万的美金来保护雨林，迄天白宫嘛宣布，佫增加5000万的美金。因为后一任总统川普认为气候变迁是骗局，已经宣告气候的政策规模会缩小。拜登离开亚马逊了后，才去巴西行程主要的目的 G20 峰会。主办的城市纽约，一座涉水真野的这堵壁，甲贫民区扎起来，而且有军方的人员驻守伫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呼吁领导者，都要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气候峰会达成的协议来拍拼。My appeal on G20 leaders is to give clear instructions to negotiators in Baku to reach an absolutely essential agreement on the new global financial goal. And the spotlight is naturally on the G20. They account for 80% of global emissions. G20 展开进前，伫纽约有一场 U20 城市峰会。巴西总统卢拉甲第二总统普里基拢出席闭幕典礼。卢拉表示，城市中心较会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而且以最近西班牙等等的所在发生严重的造大水来举例 ，U20 是由来自 G20 成员的38城市的市长甲代表团，为经济、气候甲城市发展等等的议题来进行讨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外界指讲，咱国内最近鸡卵的产量上过济哦，也毋过计数煞是颠倒去，敢是鸡卵的计数有人在控制咧？农业部长陈俊贵今仔是表示讲，若鸡卵的计数问题，会当提供相关的证据，因就会来启动联合稽查。最近国内卵价已经起2摆，目前产地计数每斤116块5，批发价每斤36块。外界质疑鸡卵未起落车，鸡卵产量可能上过济，啊，毋过计数煞起价可能是被垄断。农业部长陈俊贵澄清。季节交替之间本来就会波动。整个鸡蛋的价格，我想是尊重市场的一个机制。我们会持续观察整个鸡蛋的一个动态。那后续的这些行销，我想会以冬季的这些火锅跟其他方面的行销为主。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鸡蛋的价格，我相信应该会越来越持平。国内鸡卵日产量维持伫12万箱以上，供给量已经超过国内需求。
但管会表示，目前并无发现市场上有无正常。不过，若技能介绍无正常的变动，而且有证据，对启动联合稽查。消基会认为，国内两个问题是欠缺监督机制。我们呼吁主管机关一定要对于盘商呢他们的决定价格的这个机制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有这一个单独的一个垄断的这个问题，应该要加强来做一个查考跟稽核。我从来也不会说预估的，从来不敢说下个礼拜要怎么样。你敢讲说下个礼拜有什么事会发生吗？技能介绍是不是可能会个讨论调整？特别是两商业工业工会无愿意加做负责，态度保守。农业部是相信技能介绍会愈来愈平稳，因为两农生产会做适度调整，也继续观察技能介绍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假车牌是真抢手，今年到10月底，掠到将近5000件的假车牌，交通部提出修法，罚金要提悬到36000块。早起伫交通委员会讨论，要并这会期通过，明年上半年开始实施。假车牌情形真严重，伫网络顶就当买到。交通委员会伫早起就讨论修法，阻止假车牌问题。调查立委怎么有共识？除了党法以外，过来就是加强处理。真的没有时间再等了，一日我们放纵假车牌在外面趴趴走，越让行车安全危险，越让社会秩序危险。不法集团他们也可以伪造这个梅花烙印，好，甚至是这个车牌背面的防伪雷雕的车号。好，所以他们的技术也是一直在升级。公路局其实有做每一天有这个巡查机器人在网络上去巡查，罚则提到很高，包含汽车的没入的部分，我们也都提出来了。交通部统计，伫最近3年来，假车牌案件一路增加。今年经过跨机关合作，切断因的来源甲稽查，9月到10月开始，拢比前一个月减少下降。怎么修法国家党法，将会并伫这个会期通过了后赶紧实施。另外，针对年尾来台湾的观光客人数是不是有达到目标，也是立委质询的焦点。到年底能不能达到750万？只剩1个半月了，这个标准应该是可以突破了。组长，我们成绩不好啦，是，那我要努力，必须来说要努力。我们国内的旅游品质不佳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比国际没有显著的竞争力。观光署表示，伫最近已经公布台湾观光100亮点，将会整合各县市的观光资源，共同来推广行销。今年全年来台湾的观光客应该让超过750万人。交通部也讲，安尼还阁无够好，会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鼓励中高龄的民众中回工课场，劳动部提供55岁以上，也是45岁依法退休、离开工作3个月的民众，会当透过就业服务的机构来登记找头路。那找到头路，工作满90天佫有3万块的奖励金。50几岁姓黄的妇人27年前结婚了后，伫咧厝内做家庭主妇。即阵参加这场健身活动，互伊佫想要转去职场的想法。经过就业服务站的推荐佮介绍，即已经伫咧卖场做收银员。我现在的生活是多彩多姿，而且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人群，而且客人对我的鼓励，还有一些支持，他们觉得中高龄可以出来工作，他们觉得我有很大的勇气。中高龄的他们的有一定的社会经历，然后稳定性也相当够。因应台湾人口老化加产业欠工的状况，劳动部今年推出55+ 壮世代就业奖励政策，年纪满55岁，也是45岁依法退休，找无工课3个月，拢会使去就服站机构登记求职。若顺利找到工课，就有机会头领3万块的奖励金。只要是55岁以上，或者是45岁以上退休的，然后失业3个月，就可以到就业中心来登记求职，然后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我们就有3万块的奖励金。好买就业中心表示，这个计划唔但鼓励中高龄劳动力回归，那企业善用这个经验丰富的中高龄劳工，提供会当春秋的工时、职业训练加心理支持等等。劳动部嘛会照聘请的人数，逐个月补助职场支持辅导费3000块，上长12个月，工一个头家每年上悬补助3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的学生囡仔有酒气，无接受治疗的比例是真悬哦，可能是偏向欠缺气科医生，嘛可能是偏向学校无治疗的设备。
有宗教团体就关乎台东县偏乡7间学校起课的诊疗医啊，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来安排起课医师巡回医疗。台东县金峰乡并无国小，总算有先进人士，捐一套起课诊疗椅啊，互因有酒气的囡仔会当伫咧学校，互巡回起课医生补酒气，也顺便教囡仔安怎入喙齿保护喙齿。所以我们带的都是 portable 的东西，那个东西的重量比医科要来的重得多。那30-40公斤，这个牙科的治疗也是越来越普及。像我这种特殊身材的牙医师，才有机会到偏乡来服务。卫福部的调查报告，108年到109年，全国儿童酒气无接受治疗的比例，台东县超过35%，是全国第3悬。台东县机构医生工会讲，台东县机构医生只敢若77位，其中有8成的机构医生伫咧台东市，偏乡只敢若靠机构医生巡回服务。不过偏乡学校如果无机构的诊疗椅啊，巡回治疗也真困难。怎么有宗教团体捐机构治疗椅啊，给台东县7间小学？因为他们那个隔代教养，还有就是外出看诊实在是不方便。当这些设备放在这里，其实我们讲了是一个最有价值、也最有使用效益、也最有成效的一个区域。即马台东县偏乡学校有机构治疗以外，无到4成。县府讲会甲健保署配合先进团体捐赠，健保署也讲会用专款鼓励机构医生到偏乡巡回医疗，让更加侪囡仔有机会治疗因的酒气。记者综合报道。明年的立德林权艺术季哦，会伫明年的5月起稿，会邀请23个国内外艺术家参展哦。今年会有5位艺术家，因会先去代表咱国参加2004年韩国这一周的双年展，去韩国交流，嘛互因来了解咱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用死刑判决书做主题来画出受难者的苦难，这是白色恐怖受难者陈武定老师的创作，和英国伊较接用以微雕刻的方式无共款。即届透过电脑绘图的方式来创作，要参与国家人权博物馆主办的2025年立德人权艺术季。判决书这个题材我研究足久的，因为一个领导者伊家己的手伸入去司法系统判决死刑。这是互我感觉讲真无可能、真可恶的代志，所以我针对这个题材，用各种的材料去甲伊探讨。明年立德人权艺术季打算5月要起稿，台湾嘛受到韩国郑州双年展的邀请，咱的艺术家会去到韩国交流分享。其中一位艺术家刘文怡会透过摄影作品，用logo照地景加压来呈现受难者爱去拍石头，家己去做加压，深化这段历史的对话甲思考。那这些创伤可能是因为历史造成的，这个概念就是延续到现在，就是来到绿岛这边，我去思考就是绿岛创伤历史是什么，然后去拍摄这些监狱的遗迹。双年展我们也做了结合，我们就从这里面找了5组艺术家能够到韩国去展。那我也跟策展团队讲，其实这些东西再怎么样都要是代表台湾的人权跟绿岛的过往脉络。我想这是我们很希望能够传达出去国家人权馆表示，明年立德人权艺术季建将会邀请23位国内外艺术家来参展，希望透过艺术、图画、韩文行动等等多元的形式，让民众通入了解白色恐怖，做伙来抵抗历史记忆的消失。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中华的春园是咱国内有记录以来上早成立的北管乐团，嘛是中华南药宫老大妈出巡的家政北管哦。今年是老大妈会成立210档，咧春园是专工请老大妈转来做客来办身祈福。福禄寿3仙代表福气、财富、长寿，还有跳家关、精彩的办身戏。今年是中华南药宫老大妈会成立210周年，老大妈的家政乐队李春元特别请老大妈转来做客办身祈福。迄阵妈祖经还未完成的时阵妈祖婆就拢来寄伫李春元，所以李春元的时阵，人嘛另外讲有一个称号，讲是咱是大妈馆。李春元甲这个老大妈有真深的因缘。李春元是目前国内记录到上早成立的北管乐团，所以地方也流传一句话：有中华城，就有李春元。早前捌伫校歌校热时阵举办演习课程，吸引袂少少年辈来学北管，尤其学办身戏，更加是无简单。
阮北管像老师拢咧讲一句话啦，讲吼来学北管无做戏会衰，吼，就是鼓励阮着爱来上病做戏，因为做主题戏是阮这学北管一个上大一个目标。音乐较简单，嘿，因为我是就是即马职业的乐师，对，所以就是骹步手咯对我就困难的。李春元表示，过去民众做客馆学传统戏曲，一来是休闲活动，二来是为着庙会节庆。有200多年历史的李春元客馆，2021年底开始进行整修工程，目前搁咧争取彩绘修复，期待完工了后继续培育北管主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北北投温泉古早那卡西早场是正大的特色。新北投车头最近就办一win那卡西的活动，表演者伫车厢内底弹乐琴、唱民谣，民众是听甲真凄迷，有人来来回回坐几啊逝，唔甘落车。坐阮车厢内，一群大学生用乐琴弹台湾的经典民谣《四季风》，互坐车的民众听。这是台北市温新北投车站2024铁路生活节的两个式活动。台北市府和台湾乐琴民谣协会合作，就真侪表演者和民众对北投站坐到新北投站这段路，通听到民谣。老师伫咧上课的时阵有教咱即个乐器，我就会有即个兴趣去。更加了解这款乐器，还有台湾民谣。乐团的成员自高中1年2年因为音乐班接触到乐琴，嘛透过老师上课了解台湾的音乐文化，自然的对台湾民谣有兴趣。接触落去，更有甲传统台湾民谣改编的演奏，我能得到真热情的歌声，希望互民众了解北投南港市的走唱文化。为传统音乐去做改编啊，个丢档啊，走路调安尼。现场有民众来来回回坐几若逝，要听袂惯见。有对外国返来台湾洗温泉的民众表示真欢喜，通听到少年时定听到的台湾民谣，嘛有少年家专工来看民谣演奏。我对美国返来，我今日都有闲走来洗温泉。运气很好，看到因伫唱歌。它比较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然后比较本土特色。新北投车站表示，今年计共有22位演奏家参与活动。11月23日时，也有最后2场的一win南港式表演。另外，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北投和铁路的历史，伫咧新北投车站原来有办展览，让民众伫咧旧车厢内底通看到过去的老相片、甲车票等等。记者卢尚珠、柯炳杰台北报道。再来看青皮杜丁伫中南部4界拢有。屏东今年到10月已经掠到超过24000只，阁有往市土看的趋势。另外，伫台南最近嘛传出讲掠青皮杜丁的预算开了咯，市政府要求厂商无经过农业局的同意，暂时卖阁掠咯。也毋过，市政府是强调讲，因会阁动用第2预备金来执行。青杜丁咧西大街停红灯的机车骑士忍袂条回头看，民众17早起伫屏东市民生路的中村桥顶悬，看到青杜丁过车路飞向万年溪。万年溪边有啦，过去看啊，这环水力太强了。散步的话，一个水沟一个桥都有一只啊，多大只？几啊只青杜丁伫万年溪边拍至，互民众比如亲像侏罗纪公园，虽然无奈，毋过也无奇怪。屏东青杜丁是有够济，除了沿海高平溪周边，这几年也向市区生团。屏东县府每年半户算来掠，煞掠未了。毋那屏东台南也共款。里面放青菜，这么简单哦。那内底关青杜丁，台南今年掠超过1万只，有一半位认到大家里来的。毋过最近网络传一份市府公文，讲掠预算已经用完，要求厂商甲执行人员无经过农业局许可禁止掠，引起民大家民众质疑。开放给民众能够去换钱，其实换钱也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个诱因而已。发文的目的是在提醒。在移除的时候，必须要遵循相关的规范，避免触法。那市府农业局，我们一定会配合中央的政策，积极来移除。
农业局澄清发文，敢若是提醒移都外来物种爱遵照相关规定，因为市府今年编列的220万元预算，到会中已经用完，市府也动用地质有备金，各办理发包，强调配合中央政策，国人了解制度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传承台语文化，台南某有在地团体甲22间店家合作设计台语的菜单，希望讲日常讲台语，甲本土语言扣倒转来。大家你好，买一杯蓝体咖啡。咱家看菜单用台语点咖啡，即阵伫店内用宝记店买通，有的店家甚至佫用大张台语菜单，顶悬有台文鸡参豆马鸡做对照，为着要互宝记莫甲束缚伫咧特定的场所，踮基本款协会参台南无共店家合作，计强体22间设计台语文菜单，头家反应拢真好，因认为用这款生活化方式来推销，有效成少年人来学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袂晓讲台语，店内有一个台语的菜单的话，增加大家对台语的迄种讲法。因为想要甲台语甲生活做一个活泼连接，因为大家拢知影台南有足侪好米，嘛是一个足有文化、佮有台湾意识的一个都市。啊，用好料来学台语，希望大家在食好料的时阵，嘛会当透过这个台语菜单，会当了解本土语言。这是台南基本法协会发起的台语社会运动，除了台语菜单，伊嘛办亲子文化体验、吃饼店的师傅教囡仔传统水果饼安怎做。过程中嘛用全台语甲大家小解饮控西式、传承巴东的打饼民俗文化，兼甲因相关的台语词类。这是阮遮老生后生的话，每年的正月20迄天爱摕饼去甲庙林的小富万岁去谢礼，主要就是要互迄个市民会当过保庇这个细汉囡仔会当平安的大汉。大部分拢唔知影这个文化，所以若有这个推广的，当然对了解咱进前的文化是一个最好的活动。接做手尾墩，母语爱接讲才会当保存。但基本法协会讲，母语应该落实伫咧日常生活当中，台语复正才有希望。伊嘛计划未来会办不共形态活动，互母语继续定睛生团。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高加索国家亚塞拜然是这届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 的主办国，首都巴库嘛成来未少观光客哦。当地团体希望讲，甲世界遗产巴库古城，甲因都市一寡现代化的建筑，利用国际会议的机会，销解予全世界。游客伫咧听导览介绍，来亚塞拜然首都巴库参加城市散步的外地人，即嘛愈来愈多，甲其他所在比，亚塞拜然的旅游费用有较俗，不过接受真侪东西方元素交融的景色。其中上有名的景点就是巴库古城，城区内路正花，墙围啊拢正古早。保留着中世纪的历史甲景色。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这届列做世界遗产。 The Holy Chari Shahar, with its residential buildings from the 19th century and much more ancient historical buildings, the Holy Chari Shahar can be introduced as a visit card of Baku. 除了去古迹甲博物馆参观，游客伫咧巴库古城，会当感受到上深刻的亚塞拜然文化。 像这正罕见的茶甕表演，会当了解伊的历史甲语言。Yani tamaşalarımız maksimum 1 saat yarım çekir. Kısa müddet erzinde onlar Azerbaycan medeniyetinin hem musikisi hakkında hem giyimleri hakkında hem Azerbaycan danışığını eşidirlər. Həm klassik əsərlərin özləri ilə tanış olurlar. 这条时代一直伫咧改变的巴库，即嘛已经是高加索地区上欢迎的都市之一。除了以附近的中亚国家民众会来遮，最近欧美甲世界各地观光客也愈来愈多。即嘛亚塞拜然将会办这一届联合国气候峰会，所以应该会够带来真侪观光客。公司新闻牛眼编辑。 下半部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
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